第11。好，嚟一起步啊！幸運星球搶住出嚟啊！咁啊已經放咗出嚟㗎啦。第2位㗎嘛，外邊藍眼罩就標誌極光啊！內欄第3勇敢巨星，中間上嚟第3仲有成數表啊！出邊啊千杯經典啦，黑衫咁啊，大約跟住個第6位到啦，就係武林寶典嚟㗎。內欄位置仲有隻金髮盛世喎，走咗出去嘅，咁啊攝咗入邊上係63嘅太子喎。後啲嘅馬匹啦，有呢隻有愛心得啦，咁啊出邊位置就川河洞區啦，尾以蒸蒸日上暫時電啊渾身解數嚟㗎。接近呢個600米段處放頭嘅馬係幸運星球啊，響佢外邊就標誌極光啦，勇敢巨星啊跟住個第3，跟住內欄位置63仲有太子啦，中檔位置係成數表啊，後多場有金髮盛世啦，千杯經典啦，再後一踏先見到內欄蒸蒸日上有愛心得武林寶典褪大外檔川河洞區包尾入直路渾身解數，最後直路啦。標誌極光響中檔就已經係出咗嚟先㗎啦，外邊追佢㗎嘛係勇敢巨星啊，大外檔嗰邊啊仲有川河洞區啊，沿欄追上嚟仲有隻太子，最後100米到標誌極光佔先，勇敢巨星幾個箭步已經係冚咗上嚟，出邊位置仲有川河洞區，接近終點勇敢巨星一落班就點啦，咁啊終點前就將標誌極光啊趕過咗，外邊追上嚟川河洞區呢，就似乎跑翻個第3、第4名中檔位置係成數表啊！咁啊，結果今場馬勇敢巨星咁啊一落班呢就精神咯。何澤堯都精神，咁啊贏翻場先啦！勇敢巨星，咁啊後尾就回飛嘅，跑第2名係大熱門嘅標誌極光，艾少麗都現身，咁啊第3呢，後尾川河洞區飛格獨贏啊，喺大外檔追翻上嚟，第4好接近啦，睇下入邊嘅有愛心得定係中間嘅成數表啦。又估唔到川河洞區會留住嚟跑喎，咁啊好蝕嘅個大灣。勇敢巨星前面幸運星球呢都扯得幾快嘅，走得好鬆，一落班就得手啊！1號、11號、9號，第4名要影相，影到啦2號成數表啊，109秒27啊，代表轉時間3線到啦，睇重播。3班1,200，大熱暫時係11。好，嚟一起步啊！幸運星球搶住出嚟啊！咁啊已經放咗出嚟㗎啦。第2位㗎嘛，外邊藍眼罩就標誌極光啊。內欄第3勇敢巨星，中間上嚟第3仲有成數表啊。出邊啊千杯經典啦，黑衫咁啊，大約跟住個第6位到啦，就係武林寶典嚟㗎。內欄位置仲有隻金髮盛世喎，走咗出去嘅，咁啊攝咗入邊上係63嘅太子喎。後啲嘅馬匹啦，有呢隻有愛心得啦，咁啊出邊位置就川河洞區啦，尾以蒸蒸日上暫時電啊渾身解數嚟㗎。接近呢個600米段處放頭嘅馬係幸運星球啊，響佢外邊就標誌極光啦，勇敢巨星啊跟住個第3，跟住內欄位置63仲有太子啦，中檔位置係成數表啊，後多場有金髮盛世啦，千杯經典啦，再後一踏先見到內欄蒸蒸日上有愛心得武林寶典褪大外檔川河洞區包尾入直路渾身解數，最後直路啦標誌極光響中檔就已經係出咗嚟先㗎啦，外邊追佢㗎嘛係勇敢巨星啊，大外檔嗰邊啊仲有川河洞區啊，沿欄追上嚟仲有隻太子，最後100米到標誌極光佔先，勇敢巨星幾個箭步已經係冚咗上嚟，出邊位置仲有川河洞區，接近終點勇敢巨星一落班。好啦，恭喜晒啊雷健威，今日都有馬贏啦，勇敢巨星拍住何澤堯啊！即係使得啊！呢條 form 啊，一落班就出翻內檔6邊啊！呢個路程傑出漢子又係咁啊，一落班又係有5倍，佢仲有58蚊添。